台东地上和关山有真侪业者咧租电动三轮车和四轮车予游客。县府就要加强管理，今年6月开始照规定核准20台慢车的经营牌照。不过一台车要领牌，上无就要开1万块，有的业者是还阁咧丢毒。台东县府委托验车的业者，这个月去地上乡办理3年以上营业用慢车验车发牌。一间租自行车的业者，经过检验，电池也有时速25公里以下控制等等的检查，符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慢车的规范。这个月领到地上头一张慢车的牌照，正式挂牌上路。我们努力了5年，终于可以合法挂牌，这样子而且在路上行驶。县府表示，地上甲关山推动慢车旅游，业者甚至有推出3年以上电动辅助自行车。不过因为清在传出交通的意外。游客租车无保障，去年12月，县府按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制定而且公告，台东县3年以上营业用慢车登记管理办法，经过半年的辅导，今年正式实施。目前已经发出20张合格牌照，会当投保。不过部分业者的车拢是固倒起来电动辅助自行车，要摕到第三方验证出厂的证明，一台车至少都要1万块才会当验车领牌，所以还阁伫观察。不过今嘛已经正式实施，若无领牌上路，照交通的条例会向裁罚。违者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开罚1200元至3600元罚款，并禁止车辆行驶。那透过我们这个挂牌之后，未来所有的业者，他们可以为车辆进行保险。因为目前业者敢来当投保产品责任险，游客保障也是有限，县府呼吁业者都要按规定验车领牌。未来县府会争取甲保险公司讨论投保第三责任险，来加强游客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